全台湾失智的人口超过28万人。台湾社会敢有充足的能量来照顾这的病患甲家属呢？卫福部为2018年开始来推广失智友善社区，希望邻里之间会当变做共同照顾的力量。屏东的西势村都全台湾第一间落地友善社区。唔但有专门为失智症患者设计的公共设施，砖头50外间的店家嘛拢加入到照护网。另外，宜兰县嘛开始来实施病院的一站式的体检，病患会当减免到中复就医甲中复检查的不便。其实，只要有正确的观念甲积极的态度，就会当甲失智症的冲击降到上低。大家拢咧搬温暖的接送前，要搁伫遮是后生送老母去通路所的日照中心上课。区风潮阿嬷精彩一天，为早起8点开始。上下。这是大队节奏的活动筋骨，这是屏东县德川乡的西市日照中心。85岁区风潮节奏对个真准，完全看不出来，伊其实是中重度失智症的患者。平常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但是就会记不得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记忆会停留他以前的那个，会把我当成他的二哥。嘿，老姐，阮二兄啦，大兄，阮后生，阮嘛说叫尔大。你是了？嘿啦。你知影？无知影，我哪唔知。采访这一天，连麦记者和这个风潮阿嬷认着去时空的错乱，记忆退化，这是真侪失智症患者日常。因无失智，无代表失去所有的智慧，更加唔是丧失能力。真係同作嘅，唔同我聽數。OK，我嚟收聽嚟。簡單的摒掃好失智的時代，家己動手，把胖健的生活記憶佇一擺一擺訓練中慢慢啊找回來，回歸生活，行入社區，和病情袂遐緊惡化。来，下去领工钱。好，走吧。打电话去可以。走啊。好。伫西势村行唱歌，这是传统的客家庄，嘛是全台湾头一个失智友善社区。包括德山国中、六队中义祠、客家文物馆，拢伫园区的范围，一路串联打造共融的环境。哦，宝妹，来没？好了，坐下，好了。看到风潮阿嬷来，在地店头头计详细的甲招呼，唔是干那问好照顾周志尔，友善商店嘛是中度的休息站，甚至到找失智的老大人，规庄仔头超过50间店加入友善行列，形成秘密的照护网。有时候他们选东西比较不会选，都乱选了。那我们建议他说，什么东西适合你的？那甚至有些失扰的人，他不知道东西拿了就想走的，也有这个例子。那我们跟他家属联络，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地的。希望这个园区内是可以跳脱以往的一个传统的照护概念，更希望可以得到的是一般民众对于失智症的一个印象的改变。友善社区的长辈们身上佩戴的这张平安符有定位的功能，像是以日照中心来说，一旦长辈跨出了警戒区，照护人员就会收到通知。到门口就跳了。7号卡片跟10号卡片离开了这边的大门，到室外去了。此原因平安福卡掌握行动规则，超过设定范围，就会即时通知，保护失智老大人的出外安全。熟悉声是来自屏东县长潘明安的叮咛，春秋放大时大版的小绿人，那影捌更加有惊喜效果。另外一边是智慧的单车亭，只要老大人伫这个里外买瓦站的公车驾驶，就使收到信号，量早准备。好，大姐全部要洗好了。
有一点像无强化的概念，希望长辈在里面生活以外，可以自由的走出来，到我们的公共区域，甚至于到整个室外。目前来说，长辈在这个环境下都还蛮，我觉得从他们的每天在这边的一个笑容，都可以感觉到很自在。这个教室它设计的理念是以家为设计的理念，那告诉孩子们怎么样让长辈在这一个空间里面能够有很安全的生活空间。伫湿地友善社区内，德产高中除了热体设施，佮开长照技艺班，让囡仔对湿地时代有更加深入了解，进一步同理陪伴，甚至主动挖进。把这一个种子能够种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进而带回家庭，能够扩及整个社区。其中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读大2了。那在他结束这个课程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或许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们会不记得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永远记得你们。”他也欢迎我们社区的民众或者是老人家到学校来活动，借由这样一个互动呢，让我们孩子呢都能够体会或者呢是了解一下老人家的行动的不方便。阿进你来哦，你来就叫你进，叫你进，叫你进。咱菜真简单啊，安尼个烤起来。大家透早8到4回，潘心阿青阿嬷就会来庙前报道，欢欢喜喜，甲大家准备供餐。其实轻中度湿地前的伊嘛捌自我封闭，唔捌出门。本来都关在家里，都待在家里，就已经封闭在家里。他之前必须有人顾着，那现在他可以自己主动到社区来。那他只要听到要到社区来上课，他就很快乐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慢慢咱来就好，免紧张哈。宜兰县众义乡的美好社区，2018年9月设立为湿地友善社区，以公庙为基地，加入高龄照护网，除了举办各种课程，庙边还有开心农场，好时代甲学生做伙耕作，营造努力共融在地共乐的环境。希望说，我们社区里面有这个初期症状的长者。鼓励他走出来玩一些益智游戏也好，就是尽我们社区的力量去做这一块。听到湿地8到4回，李基美阿嬷1礼拜爱走病院3摆，要不伊毋是有病人懒去看病，颠倒是心情真好去上课复健。专业的医疗资源变成湿地患者甲家属强大的靠山。我来这伫内面吼，并无伴家己一个尔吼，真无伴。来这上课时候真有伴，参同学个老师吼，大家拢真好安尼。好，我都来这都很开心，头较袂退好安尼啦。在医院建了所一站式，用个案管理的观念，我们就要改良安排。早上来就做电脑断层、核磁共振，下午做智力测验，傍晚医生由这些结果来下判断。降低多处性往返病院的无方便，目前依然有6间病院实行一站式的体检，这款服务慢慢推广到全台湾。台湾湿地的人口差不多有28万人，湿地症慢慢受到重视，因为民众更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打破湿地症的迷思。女生永远比男生高。曾经有受过头部外伤、有忧郁症的病人也是高风险。药物事实上它只能做缓和，但事实上以健保资料库的告诉我们说，有吃药的跟没吃药的病人的存活率其实上还是差很多，将近1半。所以规则服药实际上是病人需要配合的事情。面对湿地症紧急的挑战，政府嘛投入愈来愈侪资源。台湾是亚洲第2、全世界第13个制定全国性湿地症政策的国家。长照2.0，我们将50岁以上的湿地患者纳入服务对象，嘛建立资源网络，设立关怀专线，布建专属日照中心甲服务的基地。其中湿地友善社区为2018年4个试办县市，过2年增加为9县市10个所在。2020年的目标是扩展到全台湾32个县市，因过伫个照护前线的专家点出更加深层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不足的地方，应该是比较偏向是专业人员的职能，他的能力是不是有被储备好？就大家就是开始做，我们就做了，就把失智个案当成一般的个案在照顾。可这个需求是很大的不同。如果大家更了解失智症，
更知道一些照顾的技巧，更愿意陪同家属去拟定一些计划。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比较真正落实到帮助失智的家庭。你要说政府这边的资源够不够，我们当然永远都觉得不够，不能像以前这样每个家庭单打独斗，或者是靠义工。我们要靠整个社区一起来处理失智这个议题，而且高度风险的族群里面，我们其实过去花太少的资源跟精神去提醒大家，我如何维持自己不要掉到开始失智那条线里面去，也就是预防的部分。失智症有21世纪乌死病之称，全世界平均每3秒就有一个人得到失智症，无论是病患还是家属，失智症这节课无的确是你我未来爱修的人生学分。积极的正面态度，甲正确的观念，妥善运用社会的医疗资源，将是甲失智症共生共存的一帖良药。